다 동화될 넘발린 게 참라 공감상에 첨지셔야당 首先要问候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那么依照初步历法，那么今天是这个大年初二，那么也借此机会祝大家新年快乐，这个万事如意。可能接下来用中文说。其实呢，应该是前几天我应该要跟大家用中文来祝贺大家新年快乐。但是呢，我那时候就是脑子不转，所以呢，就没想到自己会说中文，所以，今天就借这个机会，今天大年初二，所以呢，借这个机会呢，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啊，然后一切顺利啊，然后功德圆满，谢谢。Also, da drin goes baba dilia, ne? 那么今天会简单介绍一下唯识在这个藏地的开展。在讲这一段比较困难，因为我并没有看到有任何专书或专文在讲这样的题目，所以只能去翻阅很多其他的文献，但因为时间有限，可能没有办法整理得很好，没有办法讲得很好，但我会尽力的整理做一些介绍。다치당 별이야 가르쳐다 샘잠 더 주스 라비나 안다 야면은 샘잠 베더루 더 주스 라빈 디스 야가면로스 샘잠 或许 다르면 인자 이게 샘잠 더 주스 라비나 또스 카고를 수도 근데 샘잠 베더루 더 주스 라빈 比起说唯识思想在藏地的开展，或许应该说这个唯识这样的一个宗派在藏地的开展。总之呢，今天呢会透过几个部分，一个是唯识典籍在藏地的发展，还有在藏地唯识的这个宗派没有办法兴盛的原因，还有唯识无着的经典被判定为唯识的原因等等总之有5点。那今天大概没有办法全部讲完，那因为明天也是休息，所以后天会再继续讲。那或许今天能够讲完这5点，那之后还有其他几点会后天继续再讲。那么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讲，其实藏地翻译了很多唯识的典籍，而且一直以来
也有很多人不断的在研究和学习唯识的思想。但是呢，在藏地从佛法弘扬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说成立过这样所谓的唯识宗，就是藏传的唯识宗，甚至呢也没有这个听说过有这个哪位藏传佛教的大师说自己是唯识的宗师。尤其藏传佛教后弘时期，那因为当时大力推广弘扬的是乐称传承的中观应成思想，所以在这股力量的影响之下，所以让我们会以为这个唯识是被批判的，而且是和这个中观思想是完全不合的一种思想和宗派。所以呢，很少人可以说真正关心过这个唯识它的核心思想，还有这个支持唯识思想的一些相关的论述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主要就是把这个中观的思想当中所认定的这个唯识当成就是唯识。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非常独断、非常专横的一种做法。其实说真的我觉得藏族在对于唯识是不太公平的，这是在看待唯识上是不太公平的。其实就像我们看到各个藏传佛教教派之间常常会在相互批判的时候，总是想尽办法的好像把别人这个说的一无是处，那只有自己是对的一样。其实这也是我们常常都会见到的一个情况所以似乎就像是这样子，我们对待这个唯识似乎也是这样子在看待对待唯识。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好好学习这个唯识思想的话，我们应该要放下自己是这个中观师，或者我自己是学中观的人的一种我慢，而要把自己想成是唯识的人。然后要很公平的去看待唯识，这样子去研究跟学习。也就是说，不要先带有色的眼镜去觉得这样的批判就一定是对或者不对，而是很公平的去看待里面的各种的说法，这样子我觉得才能学到比较多东西，也才能学得比较好。那么首先我们谈到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唯识的典籍在藏地的一个发展。那么现在在藏传大藏经，也就是甘珠尔当中的经典大都是在前弘时期翻译出来的，像是其中唯识重要的经典华严经也是在前弘时期翻译出来的。从我们现在很多历史文献当中可以知道，在那个时候前弘时期藏地最主要流行的思想是中观思想，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大藏经的目录，你会看到当时对于中观唯识的典籍的翻译其实的这种重视是很平等的、公平的，并没有偏重的一个情况。所以从唯识经典在这个藏地被传译的整个过程或者这个进程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是前洪时期的传译，再来第二个是后洪时期的传译，有这两个时候，两个阶段。首先，在前洪时期的这个传译，主要翻译出哪些唯识经典呢？主要我们可以从三部这个古老的文献，就是三部古老的大藏经目录中去看。一个是庞唐目录、丹嘎目录跟青浦目录。这三部目录中，现在青浦目录是已经失传了，但前两部庞唐跟丹嘎目录是还有的。那么依据这个布顿和包沃祖拉陈瓦的一个说法，丹嘎目录是早于庞唐目录的。那五世尊者和司徒却给楚内认为是庞唐目录是早于丹嘎目录的，所以是有一些先后不同的看法的。但是因为丹嘎目录当中我们去看内容的话，它的内容是比较丰富跟详细的，由此可以推测说它应该是比较新或者说比较后期出现的一个目录。但是呢，内部庞唐目录当中也有赤惹巴坚当时的一些相关记载，所以也可以知道或许庞唐目录之后也有一些经过修订吧。现在还有一些学者是认为说，这部目录只是收录了各个寺院收藏的典籍，并没有收录所有翻译过的典籍。不过无论如何，这些目录当中庞唐目录中有的呢，这个丹嘎目录当中都有收录。然后丹嘎目录当中有收录到的很多经典，但是庞唐目录当中却没有收录，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完这两个目录，我们就来看比对一下这两部目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庞唐目录当中，它主要是有比较多唯识论点的主颂，注解只有几部，所以主颂比较多，注解比较少。但丹嘎目录比较新的或者比较后期编译的这部目录当中，却发现收录更多是唯识典籍的注解。这说明了一点什么呢？就是藏地的译师一开始只是前期的时候只是翻译了几部重要的唯识典籍和注释，但之后却又开始因为重视唯识了，所以又更大力的翻译出更多重要的注解。所以很多可以看到，由于重要的唯识典籍大多是在前洪时期就翻译完了，所以相比之下，后洪时期的唯识典籍就比较少。所以后洪期主要翻译出什么典籍呢？主要翻译出的就是前洪时期之后才出现的这些印度唯识师的著作，其中呢最主要的就是山地巴，就是保生极静。它是保生极静呢，是藏传佛教后洪时期的前期可以说是当时印度晚期出现的唯识重要的一个论师。所以他的很多著作是在藏传佛教后洪期被翻译出来。尤其是这个宝性论书，还有法性分别论述等等呢，这些也都是后洪期的时候才出现的。
所以可以说呢，藏地弥勒五论的说法都是在后弘时期才出现的。那么，同样呢，世亲的著作《三自性论》也是在后弘时期翻译出来的。在布顿的大藏经目录中去看前弘期没有翻译的，而后弘期翻译出来的很多唯识典籍，主要都是以注释为主，像是《大乘庄严经论》的注释、《摄大乘论》注释等等。所以总的来说呢，总之被翻译成藏文的各种唯识典籍，如果在前弘时期的各种目录和后弘时期的目录，像是纳唐译师的著作《佛教庄严日光》布顿所写的丹嘎目录，还有之后的德格丹珠尔目录比对之下，会发现印度的唯识典籍大多是在布顿之前就翻译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例如说德格丹珠尔它是被认为是最完整的一部丹珠尔，它可以说是最后编辑完成的一部丹珠尔。其中呢，你大概见不到布顿目录中所没有的那些唯识典籍。那么被翻译成藏文的这些唯识的典籍或者说这些著名的唯识师他们的著作，大概有以下几类，有弥勒五论等等，这些主要阐述中观和唯识思想的典籍。再来还有就是无着、世亲阐述唯识思想的典籍。再来还有就是陈那、法称的著作。那这类著作呢，虽然没有可以说很明显的阐述唯识，但是呢，因为它是由唯识师所写的，所以呢，它终究还是属于是含有唯识思想的所谓的因明量学的一个典籍。再来还有就是一类是巴瓦巴扎跟保生极净就是山地巴密乘的相关典籍，还有第五类是世亲跟安慧的经典的著述的典籍。所以大概呢有以上5、6种类别。那么其中呢，这个布顿呢，他在把因明跟密乘的典籍排除之后，他又编辑了一个目录，将唯识的典籍又编了一个目录，归类为阐述唯识的见的一类，还有阐述唯识的修一类，还有行和学处一类等等，有3大类。那阐述唯识见的是有弥勒五论、瑜伽师地论，还有8部论著等等。再来阐述唯识修的是有无着的禅定灯、优波提舍，还有陈那的入于伽。再来阐述唯识行的有月观的菩萨律仪20论等等。那么一般呢，藏传佛教对于大乘庄严经论是不是属于唯识典籍是有争议的。但从丹珠尔的目录来看的话，弥勒的所有典籍你会看到都归类在唯识类。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是可以说是一种在藏地被普遍认为的一种归类法了，所以不是随便想怎么放就放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归类传统，像所有弥勒的经典都归类在唯识的这样一个传统，应该是布顿之前就有了，就确立了。
或者是在布顿的时候，或者在他之前就确立的。那么维氏的典籍呢，主要是收录在德格丹朱尔的P 这一函到 He， 总之有14函，还有其中吴卓所写的宝信论和宝信论的注解也收录在这当中。另外还有一些对于经典的解释叫经书类，这样一个类别的当中还收录有像十地经论、金刚般若经论，这些呢是收录在那几个尼函跟逆函这样几函当中。这些经典刚刚提到大多是跟唯识宗相关的一些注释。不仅如此，还有一些新收录放入到丹朱尔收录的一些典籍，像是陈纳的《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缘起要义论》，还有吴信的《明曼论》等等。所以以上呢就是唯识相关的典籍在西藏的大概的一个概况。再来，唯识在藏地呢无法开展的一些原因。虽然呢前面说唯识在藏地是有开展的，对啊，就像前面说到这么多经典都被翻译到藏文了，但是如果说在藏地是否有成立所谓的唯识这样一个宗派呢？就时期来看，前洪时期很难说有没有，但我们能确定的是，后洪时期是真的没有的，没有成立这样一个唯识宗派在藏地。但如果我们会说藏传佛教是因乘跟果乘都有弘扬的呀，那为什么说大乘的唯识中观两个派别却都没有全部都得到弘扬呢？我觉得大概有以下呢几个原因。那这是我的大概的一些想法，是不是真的完全准确还不一定。我想大概有4点原因吧。第一个原因是，就是唯识在西藏没有办法弘扬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王令王法所致。这个为什么叫做因为王法导致的呢？因为在西藏的著名的一个历史文献叫巴协，这个文献当中提到，在公元8世纪时候呢，当时有一个顿渐之争。也就是顿门跟渐门的这样的一个争论。当时就是以这个莲花戒为主的渐修的这一群人，跟以所谓的大乘和尚的顿修派相竞争争论。总之呢，当时最后呢，藏王赤松德赞就制定了以后必须以龙树的这个思想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王法。所以之后就说因为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这是大家一般都听说过的。所以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说法是真的，那么唯识没有办法开展的原因大概就很清楚了。但是呢，从近代的敦煌出土的一些许多文献当中，像是《顿悟大乘诀》当中就有记载顿渐之争的一些争论的这些情形的记载。
所以最终反而是判定了是顿派的这个胜利，所以甚至很清楚的说是哪一年，然后制定了，判定说是这个顿派赢了。总之有这样一部顿悟大成诀。还有呢，就是桑杰耶写的这个禅定木灯，里面也有记载到这样的一个，就是禅宗当时不只是在赤松德赞的时候有，而且在朗达在之前也有。总之呢，从很多这些文献等等这些古目录文献来看哦，似乎藏文并没有制定这样的规矩哦。就是说，你很难说藏文真的有当时制定了那样的一个规定。再来第二个原因是，当时呢，到了藏地的印度论师大多是中观师。这是我们从历史上来看，佛教在藏地最开始兴盛的时候，那时候大约是在这个，当然有不同的说法，但从很多的这些桑耶寺的那个石碑等等，那一般说是在松赞干布的时候，这是最明确的一个记载。但是可以说佛教最兴盛在藏地僧团真的建立的那个时候，是在赤松德赞王的时候。在当时最出名的被引请到藏地的印度论师是谁呢？就是净命论师。他的教派是什么呢？他是中观自续派的。那么净命之后的论师，像是莲花戒等等，这些印度的大师大多也都是中观师。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没有这些唯识师来到藏地，所以没有人弘扬，也没有人来推广这个唯识的思想，所以这大概是第二个原因，唯识没有在藏地弘扬的原因。第三个原因是认为唯识的思想没有什么价值，这是第三个原因。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为什么没有看到唯识的价值呢？这是因为在净命等等这些论师的影响之下，在乾弘时期最主要弘扬的是中观自续派的思想，当时也没有这个中观应成派，而且尤其弘扬的是瑜伽行的中观自续派。在野谢德的一个思想差别论当中就提到说，有这个吉户呢，在无着著作的唯识典籍的基础上，撰写了世俗符合唯识思想，但是圣意上心是无有自性的中观论述，就是中观庄严论。所以有这样一段话，换句话说，所以这里提到说瑜伽中观这样一个思想
所以由于这样的说法，就认为说，只要学习了这样瑜伽中观或者说的思想，瑜伽中观中观庄严论或者瑜伽中观的思想，就等于同时学了唯识的思想，所以不用另外再学习唯识。同时这一段里面也有提到说圣意上，所以换句话说，可以说也透露出这个中观是最究竟的思想，唯识思想不究竟。所以讲到这里，可以说尤其对于喜欢高深思想还有这个派别的藏人，那么自然就开始对唯识是比较兴趣缺了。那这是前弘时期的情况。那么到了后弘时期呢？那我们看到后弘时期开始来到藏地，对于藏地影响最深的这位大师是谁呢？就是阿底峡。而他呢，可以说是最大力弘扬这个乐称传承的这样一个中观应成师。之后呢，噶当派当中可以说佛心事业最广大、最出名的一个善知识，就是香沙绕瓦。在他的支持之下，还有这个巴查翻译的《乐称入中论》等等这些论述当中，也大力的驳斥这个唯识的思想。所以那时候尤其这个乐称的入中论翻译成中文之后，等等在这些影响之下，可以说藏传佛教所有宗派都争先恐后的想要成为应成派，然后把乐称的说法可以说奉为了至高的这个真理。所以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这唯识的思想更是被大家可以说这个不屑一顾了，更不用说是这个不究竟的见解了，更是好像是有问题的见解一样了。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认为唯识的思想没有什么价值。再来第四个原因是，虽然有人大力讲说弥勒的典籍但是焦点却放在论点的作者弥勒身上，没有把焦点放在唯识的思想上。这里就讲到藏人其实对于弥勒是很有信仰的，就是对他的论著也是很敬仰的。但是这对于唯识思想在藏地的弘扬起不到什么作用。不仅如此甚至还造成了反效果，就是因为太尊敬弥勒，所以觉得弥勒不可能这样讲，所以就想用中观的思想去解释弥勒的论点。其实一般来说呢，弥勒的思想的是非常扎实的，但是其中不共的这个唯识思想并没有很有条理严谨的被表达出来，所以很多人觉得会让人觉得还不如用中观密续的思想去解释，好像比较容易说得通。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样去解释更理所当然，所以就自然觉得弥勒的论点就是中观，或者说他就是中观他空等等。所以总之呢，可以说唯识的思想其实没有在藏地弘扬的原因，大概有以上的几点。再来第三个，无着兄弟是属于唯识的原因。那么虽然藏传佛教当中对于无着世亲的思想和见解是不是属于唯识宗，还是有很多的争议。甚至有时候还会说，这个作者自己的认为跟
他所著作的论点里面的思想还会分开来谈，就把作者自己本身的思想跟他所做的作者的著作的这个思想分开来谈。但虽然说对于吴卓世清到底他们的思想是不是属于唯识宗，但是我觉得虽然还有争议，但我觉得认为是唯识属于唯识思想的原因主要有4个，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也要知道是什么原因认为说他们是唯识的，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不然如果只是一心觉得说吴卓世清不是属于唯识，如果已经带着这样一个有色的成见这种眼镜这样成见来看的话，这就不公正了。所以总之呢，吴卓跟世清的思想是属于唯识思想的原因主要有4个。第一个原因是在印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这个意思是说在清辩和月称在驳斥唯识的时候，时常他们就会引用吴卓和世清的论点去加以否定跟驳斥。当时甚至在清辩的论著当中，甚至清楚提到了吴卓和世清的名讳来这个驳斥。所以甚至月称在入中论这个书中也提到世清、陈那护法等等名讳然后说他们没有领悟到这个龙树的中观空义。所以从这些印度论点当中就很清楚知道他们是被归类为是属于唯识思想。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也是这么认为的，中国佛教当中也是这么说的。就像之前课程中有提到过，玄奘他曾经到过印度，然后亲近了世清这样一个法脉的这些弟子，然后学习了唯识的思想，然后他也将这个传承呢，他也可以说认定是唯识宗，而且把这样的思想带回到这个中国，然后弘扬开来，所以这也是很清楚的。在第3个原因是在藏王时代的这个大藏经的目录，比如说旁唐目录、单嘎目录中就有中观部和心事部论点等等，就有就像这个旁唐目录、单嘎目录当中呢，就很清楚分有中观部、心事部，就是可以说中观部跟唯识部这样子。就像弥勒论著瑜伽师地论和其他吴卓、世清这些大师的论著都被归类在哪里呢？就是心事部或叫唯识部，而没有归类在中观部当中。再来第4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近代国际的很多佛教学者，从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显示出吴卓和世清的著作都是属于唯识的思想。那我们之前课程当中谈到很多学者对于他们2位的著作的研究可以确定真的都是属于唯识的经典、唯识的思想。所以总之讲到这里，就是说如果你们想要了解唯识的思想，首先需要知道哪一些论点它是属于唯识的论点。那你唯有透过学习这些唯识的论点，才能够真正知道唯识在说什么。
강 된되체는 다 코심잠바레 코심잠바 말에 코우마바레 지 우주 겸는 듯이 겸잖아. 不然呢，如果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在那边推测、怀疑又担心，很多担心、怀疑、解释哦，这样是没有用的。当然，想要怎么解释是都可以哦，但是这样做其实帮不到你从真正过去祖师的这些思想当中学到什么，获得利益得不到的。再来还有就是你自己的见解，顶多就是自己感觉良好而已，其他的教派不见得会接受你的这样一个想法。而且还有一个可能是你自己的认为，其实可能根本违背了历史。就是现在你想的好像自己觉得想的很完整，但是如果真的去做历史的一个考据，去研究的话，可能会发现根本是违背了史实，那这也是一个问题。再来第四个原因是，那么再来就是说，在藏地对于唯识宗是怎么看法的？那么首先在藏地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人在讲说跟学习唯识的思想，还是有的。一般来说有4个部派啊，有有部、经部、唯识跟中观。那当然这样4个宗派的分法或者这样用词，是不是之前印度就有？现在学者也有不同的说法。但对藏传佛教的学生们来说，马上就说得出这样的一个说法，就会说这是在菩提心释这样一个论点当中就有的，或者说在其他哪一部论当中也会说都有这样的说法等等，或者在这个序典二品序当中或有提到。但总之呢，这个会说部派就是有这4个，这藏传佛教的说法，有部、经部、唯识跟中观。那么前3部呢，在藏地是没有成立这个所谓的自宗的，但是呢，前3部他们的思想，其实一直以来呢，都在藏传佛教当中，可以说没有停过，都在教学着，甚至我们辩论者，也有人在写作这方面的著作，尤其是在学习4大论这些论点之前，都要学习，首先都要先学习部派、小论这样的传统。这当中呢，也都有简略的介绍各个部派的根道果的一些看法。譬如说，尤其是在学习现观的时候，讲到了了义不了义的时候，也会要深入学习跟唯识跟中观的思想来做抉择。所以里面你会学到很多有关唯识的思想，还有在学习因明的时候，在谈到量果所量的部分，更是很多内容跟唯识的思想是息息相关的。还有在学习入中论的时候，由于唯识思想是这部论当中主要的驳斥批判的对象所以当时在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更学到更多有关唯识的这些知识内容。再来学习俱舍的时候，你因为也要学习了解阿毗达摩集论跟俱舍论不同的主张，还有不同类别的算法等等，所以5大部论除了律典，其他部分都跟唯识是有关的。
所以呢，针对这个部分，藏传各个大师哦，都有各自对于这个唯识的看法跟主张。所以你不能说藏地是完全没有熟悉唯识思想，或者没有唯识的人，研究唯识的人是有的。很多人呢，很多藏传大师都对唯识有精彩的主张哦。举例来说，首先在藏地哦，这个到了后期哦，讲到唯识的时候，比起唯识说和唯相说，比较常用的名词是唯识，就是藏文叫 Semzamba。而在前弘时期呢，比较流行的用词是唯识说和唯识说。再来有一个叫乌巴洛塞撰写的部派论中提到，因为他们主张所知内有，或是追随阿毗达摩的瑜伽师地论，因此称为瑜伽行唯识。而且呢，藏传对于唯识思想，这创始者是谁，也有3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是过去的论师所创立，再来是弥勒所创立的，再来说是无着兄弟所创立的，大致有这3种说法。所谓过去论师所创立的是，主要依据的是觉囊的达拉纳塔的说法。他在印度佛教史他这部著作当中提到，大乘佛教的开展从唯识开始，其中呢，以南陀圣君跟真谛弘扬唯识开始。再来呢，第2种呢，是弥勒开始的说法，是依据的是达仓义师等等人的说法。再来说是无着兄弟开始的说法呢，首先宗喀巴大师呢等等大多数的大师认为是无着开创的，但另外一些大师认为唯识宗是由无着和世亲2个人同时创立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其实藏传佛教有对于唯识这方面有很多的研究的。好的，那就先休息30分钟。샘산베기 꼴이야 시스 베기 개발주 시스 그래요. 배수 좀 할아버지 那么在藏传大师里面对于唯识的一些看法，那么上面对于有提到有一些藏地对于唯识思想的这个创始者是谁有不同的说法。再来还有对于真相唯识跟假相唯识有不同的说法。一般有说唯识分为真相跟假相唯识这2种。那么一些认为说2派的差别是认为说显相在心的本质上来说是真实的，或者显相是假的，只是心的安立。因为这2种看法不同而认为有真相假相的差别。也有说是在显相佛智上是否具有世俗相这个问题上而分。再来土观部派有提到说认为心性无染本净，这个叫无垢假相派，认为有染是有垢假相派等等。之前课程中大概有谈到过这个真相假相这2个用词其实在无着和世亲的论点当中是没有看到的，但也并不代表说当时的印度没有这2个用词。那这部分之前我们引用过莲花戒和菩提贤，他们就有说过。另外据说呢，在月官所写的文殊真实明经书当中呢，也有提到真相假相有垢无垢等等这些用词。但这部论述呢，它不只是要驳斥唯识思想，
而且认为呢，中观思想当中，比起这个如幻中观，这是自序派，还有其无所住中观派，就是中观应成派他会觉得这两者当中，中观应成派是更合理的。所以呢，对于月观是唯识师这个说法，到底是真的还是别人用了他的名字这还需要深入去研究。所以文殊真实明经的书，这本著述到底是月称真的他所写，还是别人用了他的名字所写的，还要再去研究。所以总之呢，在印度的论著当中，是确定是有真相跟假象这样的用词，但是到底哪一些论师是真相派，哪些是假象派，其实并不是很清楚。我自己现在看到最清楚的一个文献记载，是贾切考瓦也谢多杰他所写的一个部派的一个论著当中。那他在这里面是怎么说呢？他说像是真相派里面有哪几位呢？有陈那、法称、护身、护法、慧生密、智友等人。他们认为承认有六世。再来假象派是有吴卓、世清、宝生、极净等人，他们是承认八世的。再来在中登日热的一个部派论中，也引用了唯识20论和定量论来判定世清和法称是同时属于真相假象派。还有一位叫大仓义师，认为说吴卓兄弟其实他们虽然没有分真相和假象，但他们主要是阐述的思想是假象唯识的思想。那么至于假象和真相的这样的分别跟说法，是吴卓兄弟之后才分出来的。另外呢，唯识真相唯识呢也可以分为什么半卵对开说、能所等数说、分杂无二派等等有一些大师认为说这是藏传佛教自己创立的说法，印度以前没有，但是也很难说这是印度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净命在这个中观庄严论当中就有提到，上面这三个说法是在经部唯识当中都有提及，是用经部唯识的说法去解释它。还有大仓义师的部派片支当中也引用过这些没有争议的印度的典籍来证明这三个说法，就半卵对开说、能所等数说等等都是出自印度的这些论点当中都有。但因为呢，就是不是分得很清楚谁是真相谁是假象派，所以或许也是唯识的思想没有这么清楚的原因那这里我想简单引用一下中国佛教的一个思想来解释无相
跟有相唯识的一个分类。如果能够知道一下中国佛教的一个思想对于无相跟有相唯识的分别，那么因为在藏传佛教里面有无相有相有一些说法很繁杂，那所以对于中国佛教怎么说，或许对于我们有一些帮助。那在中国佛教里面认为，那么无相唯识跟有相唯识，就是无相唯识思想有狭义跟广义两种。首先呢，狭义的来说呢，认为这个事体事体本身是种子所生，是属于依他起性，依他起。然后而这个事体它所显现的见分跟相分这两分呢，就是属于能取跟所取。所以这个能取所取见相二分，就是所谓的遍计所执性。所以总之所有的这一切事体所显现的现象二分能取所取，全部都是遍计所执。这个是狭义的这个无相的思想，无相唯识的思想。广义的无相唯识的思想是认为事的见分作为事体来讲，它是种子所生，那这个是依他起性，是有的。然后由事体所显现的相分作为外境这个是遍计所知性，这个不是实有的，这是非有。所以无相唯识派它可以从狭义跟广义这两种形式去说。那么有相唯识派呢，那他是认为说从事就心事事体呢转变升起了这个见分跟相分二分，所以这二分呢都是依他起性。所以呢，这样来说，见分相分它是保持着能缘所缘这样的二分形式，但它并不是遍计所执的那样的能取跟所取的情况。那很多时候我们藏地都会觉得说，只要唯识就谈到的这个唯识就是认为心是实有，或者只要说外境非实有，或者外境为心所现，所以总之唯识三十种当中认为说，如果说执着这个无尽唯识就是还是有这个心实存的话，那这样也不是究竟的唯识的见解。所以总之呢，这里在中国佛教里面谈到无相跟有相唯识的思想，那么也是这样的思想，我觉得对于藏传佛教的不同的说法，或许
会有一个厘清的这样子的帮助。再来一个藏地对于唯识的分类是分为依据经，还有一个依据教理。后来这样的方式呢，也就是依教习跟随理行依理行。后来这个方式也传到了中国佛教。那么法行跟性，有点是法行跟性行这样的方式也传到了中国佛教去。总之呢，是一个是依经教跟依这个理论的。那么前者依经教的主要是代表是无着等等一切师地论的追随者，那依理论的呢，这个主要代表是澄纳、法称等等这些七部量理论的追随者。之前课程中也有提到，中国佛教认为唯识有前期唯识跟后期唯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里所提到的分法跟中国佛教认为前期后期唯识的分法是有一些类似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认为说，这么说的原因是，这个大仓义师也曾经说过，虽然一般会认为说澄纳师徒不承认阿赖耶识，只承认六识，但是这说法虽然在藏地是这么认为，但是呢，像是楞伽经、解深密经当中都有提到阿赖耶识的思想，因此不会有这个不说不承认阿赖耶识的这个唯识师。所以澄纳和法称的著作当中为什么没有提到阿赖耶识呢？只是因为时机还未成熟，所以没有说，不是因为他们不承认有阿赖耶识。所以这位大仓义师呢，有这样说了很多的原因。所以一般我们会认为澄纳跟法称他们的著作当中好像只提到六识，好像不承认有阿赖耶识，但其实按照大仓义师的说法并不是这样的。另外还有一位直妹培培这样一位论师他也认为在澄纳的一部著作当中有清楚提到六识和阿赖耶识，还有在天王觉和释迦觉他们在释量论述中也认为有清楚提到阿赖耶识，特别是释迦觉他主张这个众生并没有各派不同的心绪，一直独有一熟识这在其释量论的注解中明确可见。还有另外呢，调伏天的这个唯识20颂注，还有法称的成他相续论注中呢，也其实都有清楚提到阿赖耶识，还有跟这个他的习气相关的一些论述。所以接着这里说，总之呢，量学七论的追随者有说八识者，也有说六识者的。再来呢，像张家瑞贝多杰等等这些很多格鲁派的大师，像这些格鲁派大师也认为依教和依理的唯识也其中都有真相假象的思想了，在其中因此很难断定哪一个就是真相，哪一个就是假象。尤其呢
举适量论来举例哦，像印度的论师天王觉和释迦觉就认为这是属于真相唯识，慧生密学认为这是假象唯识，而且是属于无垢假象唯识等等。还有法称呢，也提到说依据法尊呢也提到说依据张家的这个说法，如果用有垢假象来解说，可能不够完整，也不尽清楚等等。在藏地来说呢，贾曹解认为适量论是假象无相唯识，克主节认为是真相就是有相唯识等等。总之呢，这两者呢也都是之后宗喀巴大师他有传承下来的一个说法，所以很难说清楚这个到底唯识它的真相假象的分类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在里面的这个有垢跟无垢假象又是怎么样，又很难分。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后能够大家去读了这个中国佛教里面的唯识相关的典籍，会更清楚一点。总之呢，普遍呢被认为是唯识的典籍呢，在藏地呢基本被认为都是弥勒教法。换句话说，论点当中的思想取决于是否有唯识的论点取决于是否有这个弥勒的思想。但是呢，对于这个藏地在弥勒的教言到底它是属于什么思想，也有不同的诠释。譬如说《大乘庄严经论》和《辩中边论》是属于唯识，还有弥勒所写的《宝性论》《现观庄严论》是中观。法法性分别论呢，被认为是唯识。也有认为说，因为认为这个法法性分别论是宝性论的一个部分，而被认为是属于中观。总之，两种认为都有。那认为五部论都是中观的也有，像是波多瓦还有释迦丘等人。还有认为五部呢都是唯识的，有忍达瓦、须奴罗珠。但是据这个清史里面有记载说，忍达瓦之后，他因为透过闭关实修，他了悟到宝性论的密意是中观意。总之一般来说呢，会认为慈氏五论就是这弥勒的五部论著都是属于唯识，但藏地比较少人这么认为。像宗喀巴大师会认为法法性分别论、辩中边论、大乘庄严经论是属于唯识，但宝性论和现观庄严论是中观，而认为现观大多是符合自序的中观自序的思想，但终究它是中观应成的思想。然后宝性论是属于应成。总之呢，在藏地就是弥勒的教法在藏地开展了，但是思想却没有，唯识的思想却没有。其实说实在的，只要弥勒的教法这个弘扬了，应该唯识的思想也会弘扬开来，但是在西藏却不是这样的情况。那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是因为这个没有确定说到底它是属于中观还是属于唯识，因为到底弥勒的论点是属于唯识还是中观，这几部论是属于唯识还是中观，没有说一个定论。那么就算有定论，也是站在中观角度的去定论总之，然后判断是否唯识唯一的原因只有说，就是大家会说这是认为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会说这是唯识的经典。那但大乘庄严经论、辩中边论、无着的摄大乘论，还有
世亲的其他著作当中，你会发现他都没有这种说法，说是真实存在这样的说法。但是呢，在安慧的《唯识30颂述》当中，却清楚这么说到是真实存在啊。所以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安慧还有像是天王诀等等这些是唯识，是因为他们有这么说是真实存在。当然，另外也有些人认为说，怎么样叫做是唯识思想呢？就是如果有说到显象唯心，就是唯识的思想。但也有人认为不一定这样子。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差异点在于说，是不是主张依他起是实存的，而又造成了差异。宗喀巴大师认为，唯识学派主张是依他起是实存的。事实上呢，唯识学派的实存有2种标准啊，一种是自相成立，一种是叫做堪为等至定制之行径。那么师地论还有摄大乘论呢，是基于这第一种标准而说这个依他起实有的，就是依自相成立这样的标准而说依他起实有。像辩中边论等等呢，是基于第2种标准，就是堪为等至定境就是你在智慧这样的定中这样的行径当中，然后才主张这样的标准当中才主张依他起是圣意中是无这样子。那么有些学者认为唯识学派不主张依他起是实存，只主张什么实存呢？圆成实实存。像是隶属于冈仓的巴康义师就认为，但这个义师认为真假2派唯识师都肯定什么呢？就是遍计是无，圆成是有，这是2者的一个共识。但是真相派认为尽不尽2种依他起是世俗有。那假象派是认为说清净依他起是圣意有。那这是2者的一个主要的差异所在。那接下来这里才是要开始讲这个弥勒论点在藏地的一个开展。所以就像前面我们谈到了，藏地有一个情况是说，弥勒的这些教言教法是在藏地有传开了，但是唯识的思想并没有。所以换句话说，唯识自宗并没有在藏地建立起来。所以以下简单介绍一下弥勒的教法是如何在藏地开展。首先呢，藏传佛教前弘期的时候呢，这个慈氏五论还没有全部被翻译出来，所以当时前弘期时候大概也没有慈氏五论这样的名称，所以是到了后弘期这五论翻译出来，全部翻译出来，才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公认的慈氏五论的名称。所以这五论是弥勒菩萨的5部论著，是哪5个呢？现观庄严论、大乘庄严经论、辩中边论、法法性分别论跟宝性论。那噶玛巴让炯多杰等大师认为，除了现观庄严论之外，其他几部论点当中没有开头的理供文，然后除了宝性论之外，其他几部也都没有结尾的回向文。所以他认为说，这5部论点只是名称章名不同，但本质上是同一部论。只是这几部论其实是同一部论点，然后的不同章节而已，是个意思。然后班钦释迦就认为呢，现观的理供文是他自己的理供文，而宝性论的回向文也是他自己的回向文，不可以去加在别人其他论点的前后的，所以看法又跟前面的大师的看法不同。
然后再来，格鲁的一些大师也怀疑说，这个现观和宝性论当中都有提到32项的内容，认为说这是一种重复的一种语病。总之，5部当中的现观庄严论、大乘庄严经论、辩中辩论这3部确认的是说，在前弘期就已经翻译完成了，这在许多古目录当中都有清楚记载。那宝性论、法法性分别论呢，在古目录当中是没有记载的。依照清史，就是郭义师许努贝他的著作《清史》的说法，这2部论不只是在西藏，当时在印度也是不为人知的。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就说宝性论、法性论别人不知道呢？因为在狮子贤等等著作当中，你会看到他时常会引用其他几部弥勒的论著，但是就是没看到引用过宝性论跟法性分别论的论著。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梅吉巴大师从一座大塔的缝隙中看到露出光芒，从这个光芒当中呢，就看到说里面有这个宝性论跟法性分别论。所以这种说法其实也说明了这2部论是非常非常的难得跟珍贵的，所以的确不是很多人知道的。但如果我们问说，那是不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引用过这2部论，就说当时没有这2部论呢？也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不能说当时没有这2部论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法性分别论是一开始没有翻译成中文，后来是公元20世纪的时候，法尊从藏文翻译成中文。再来宝性论呢，是公元6世纪左右就翻译成中文了。所以换句话说，是在藏传前弘期之前就已经翻译成中文了。所以换句话说，那个之前就已经有这部论了，宝性论了。而且在中文的宝性论里面，也认为说这个作者宝性论的作者被认为是监慧。所以由此可以说明说，其实宝性论这个著作，其实在当时印度就有了。那么在藏地，那宝性论这个译师最早是谁呢？是阿底峡跟纳措译师。但最后呢，这个流传最广的一个宝性论的译本，是由鄂译师洛丹喜饶他的一个译本。但是宝性论是怎么出现的这个说法，比较清楚的是从这个赞考乌切他的说法。就从赞考乌切这个人呢，他所说的认为的宝性论的怎么出现的说法，并没有比较清楚的是赞考乌切的说法，而不是阿底峡跟鄂译师俩的说法。所以依照这个赞考乌切的说法，是当时宝性论跟法性分别论是很长时间被埋藏起来，当时没有任何一位印度的论师见到过。之后呢，梅吉巴呢从一座大塔的缝隙中看到一个露出光芒，所以就从这个缝隙中去挖掘出这2部这个论点，就是宝性论跟法性分别论。但取出之后，他就向弥勒菩萨祈请。那么祈请之后，那弥勒菩萨就趁着云
就趁着云呢从天而降，而给予他这样一个这两部论的一个传承加持。之后梅吉巴又把这两部论交给他的弟子叫噶维扎巴。之后噶维扎巴到了喀什米尔，克什米尔，把这部论又给了叫塞加纳。在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后来鄂义师跟赞考沃切就这两个人，这赞考沃切是谁呢？就是扎巴温谢的弟子。总之这两个人呢就一起到了克什米尔。当时鄂义师就学了很多法，赞考沃切主要学习在克什米尔学了很多弥勒的教法。那他呢在鄂义师还没有回藏地之前，赞考沃切就先回到了藏地，弘扬宝性论为主的教法，从此就开始了一个弥勒修持的一种传统。所以我们从历史上来看，通常都只有流传下来的是这个赞考沃切的一个宝性论的一个历史，并没有阿底峡或鄂义师的这个历史的说法。那之后呢，鄂义师也翻译出宝性论，然后法性分别论。那在鄂义师回藏之前或者说在翻译出这些论点之前，噶当派主要依据的是阿底峡和纳措的这个译本，宝性论的译本。但是结果鄂义师他翻译出新译的宝性论，结果大家是比较喜欢鄂义师翻译的这个译本。据说呢，后来当时这个沙拉瓦呢还因此责骂了他的弟子，也就是骂他弟子说，你们都不再去看那个阿底峡跟就是纳措的译本了，反而是在那里这个去看那些喜新，你们这么喜新厌旧反正就都去看鄂义师翻的新的译本这样子。那么宝性论呢，不是只有鄂义师这个新译本，之后其实还有巴萨译师、亚龙译师、爪巴讲彩的，还有宝性论的译本等等。但是呢，现在你可以说在藏地或者说在丹珠尔当中，就是比起阿底峡和纳措的译本，还有亚龙、巴萨译师的译本等等这个鄂义师的译本是流传最广的，其他的译本大概都见不到了。因为丹珠尔当时编辑的时候，他们主要是收集的是可以说流传最广的那个版本，他们也没有办法说全部都收集，都会收集那个可以说版本最好的，因为也是费用经费的问题。但现在的话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是收录到电脑里面，比较没有这个经费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计划，希望把甘珠尔跟丹珠尔能够做一些新的扩充收录，就是如果有一些不同的译本或者新的译本，我也希望能够新收录进去，或者是这个手抄本，就是木刻版没有的但手抄本有的，我也希望能够收录到这个甘珠尔、丹珠尔当中。所以希望能够有一套更完整的甘珠尔、丹珠尔。那还有现在甘珠尔当中，像是华严经、宝积经，有很多这些经典。
总之在里面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目录编辑这样。然后再来就是还有梵文本的，或者还有巴利文本的，或者有中文本的这些佛经，但是还没有翻译成藏文的，我也希望能够翻译成藏文，能够找到翻译成这个藏文，然后也可以说供养他们，然后翻译收录到大藏经里面去。其实不同译师翻译的不同的版本，对于我们在研究上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对于讲法者，尤其或者对于各位在学习上来讲，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从不同的翻译当中，你可以有不同的一些这些不同的学习。总之呢，就依照了刚刚说的赞考沃切的这个说法，的确，宝性论跟法法性分别论一开始是不为人知的，这个说法也是真实的。但是，如果说这部论也是由梅吉巴取出的这个说法也是真的的话，那么这个阿底峡和梅吉巴这两位同时代的人，那他们相互认识是公认的，但并不清楚这两个人是否有师徒的关系。因此呢，这个宝性论到底是如何传给阿底峡的，这段历史呢就说不清楚了。要不然就是阿底峡传承的宝性论的传承，如果跟梅吉巴是没关系的，这是一种说法；要不就是跟梅吉巴是有关系，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哦？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研究的。再来，法法性分别论呢，也是有两个译本。那阿底峡和纳措译师翻译的应该是这个长行。那我们现在都知道的法法性论分别论的宋文的译本，它是由叫夏马译师森叶讲称所翻译的。所以你这样看来呢，一个是长行的，一个是宋文，所以可以推知说，梵文本也应该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宋文，一个是长行。不然很少会说把宋文另外翻译成一个长行的这样的情况，不然会觉得说，阿底峡跟纳措翻译的这个法法性论分别论的长行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就很难解释。那么这个夏马译师刚刚提到的，他在经教方面他是谁呢？就是他在经教方面，他依指的就是二译师洛登西让等等很多的译师为老师。他口诀方面呢，依指的是党巴桑叶为老师。据说他后来就到了汉地的五台山之后，就没有再回到藏地了。还有据说呢，这个陈那的极量论书也是这个夏马译师翻译的。之后呢，再到过藏地的印度论师当中呢，还有很出名的一位叫做加施米罗的班钦释迦势力，他也曾经呢这个弘扬过这个慈氏五论，就是弥勒的五部论著的这个口诀，但这个法脉在藏地现在已经中断了。总之呢，大概这里就是以上对于这个这一段是对于弥勒的五部论著怎么样在西藏弘扬的一些介绍。
也想过话是你点才想，但有人去过的，你有人去过的，참지형 안에有人去，아래 이거 뒤고 어디 이마치，哎，打牌是第二就是想打第二的，看出来那。打第三嘛就需要给面多，打生意的公司了吧？那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那明天会休息。后天呢，会再讲一些为师在藏地如何弘扬的部分。那在之后会谈到为师跟中观的，还有为师跟如来藏思想的关联性。其实之前课程中大概简单谈到为师跟中观的一些关系，但是之后我想还是再谈一谈。同时呢，也想再谈一下为师跟如来藏的关系是什么。之后我会想再谈一下中国佛教当中主要的六经11论，唯识的六经11论。好，那最后我们做回向。